大家好，我係馬鞍島華姐 Emily 啊。今日咧帶大家咧嚟到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啊，就係我哋馬鞍島南部嘅灣中新城、灣中上城嘅商業中心水街。呢個商業中心咧佔地有9.3萬平米嘅，咁咧佢係集國際 IP 主題樂園啦，同埋嶺南風情商業街啦，同埋我哋嘅濱水經濟商業街集一體嘅文旅新地標。咁今日咧，華姐帶住大家咧去深入去了解下呢個商業水街究竟有啲咩嘅內涵。5.1啦，快到啦，因為呢個商業中心咧預計咧5.1就開始試營業啦，大家期唔期待咧？跟住華姐去1到2塊，好，跟住華姐咧慢慢去感受呢個商業水街嘅魅力所在。喂，呢個商業水街咧係萬科同深業聯合打造嘅一個嶺南嘅商業水街啦。咁咧佢係繼深圳深業上城後嘅第2座上城 IP 啊，總建面咧9.3萬平方米吓。預計咧5.1就可以試運營啦。佢位於馬鞍島嘅一個南部嘅中軸位置啦，毗鄰中山客運口岸啦、會展中心啦，同埋我哋深中通道嘅出口約3公里，20分鐘到達前海啊。咁而家我哋左手邊睇到嘅咧，就係我哋呢個比較有造型嘅一個建築物，呢個係我哋一個博物館嚟嘅，以後咧大家亦都可以嚟到呢度咧參觀同埋去感受下我哋中山嘅文化嘅。咁成個水街咧係位於我哋嘅一個馬鞍島嘅一個核心位置啦。佢水街分為水為派、文為群、商為體3大引擎支撐。首先咧，我哋嚟到呢個商業水街咧，佢裏面係好多啲商業嘅，包括我哋嘅餐飲啦，一啲主題嘅一啲DIY 手作啦，同埋一啲文旅嘅一啲手作啦，同埋我哋一啲大型嘅一啲油畫嘅中心都係喺度嘅。咁更重要咧，我哋係有一個國際 IP 主題樂園嘅。跟住華姐慢慢去感受一下，因為呢個商業中心咧，而家好多商戶都喺度陸續裝修緊，趕緊5.1呢個假期嘅。咁直入去咧係我哋嘅 IP 主題樂園啦。咁 IP 主題樂園係亞洲首個國際 IP 室內主題樂園，集會變形金剛啦、芭比啦、小豬佩奇等10幾個頂流 IP 做成一個主題樂園，打造呢3大樂園、嶺南文化體驗同埋融合騎樓啦、坡地屋啦同埋中山非遺呢個嶺南嘅一個商業水街嘅，就好有中山特色嘅一個商業水街啦。咁第3樣嘢咧，就係我哋嘅濱水夜經濟。翻嚟我哋左手邊咧，我哋睇到咧，呢個就係我哋嘅濱水嘅夜經濟啦，我哋嘅水吧街喎。咁以後咧，呢度係集我哋嘅激光水秀啦、露台餐飲啦，24小時營業嘅，打造全時消費場所啦。所以咧，我哋有 IP 主題樂園啦、嶺南風情水街啦，同埋我哋嘅夜經濟3大主題組成嘅，真係非常之吸引啊！有冇？所以咧，成個水街咧，我哋係1河2岸嘅開放式格局啦，貫穿啊水為主軸，兩岸佈局嘅親水商鋪、騎樓啦、景觀平台啦，咁規劃咗4大嘅核心地標啦，環球餐飲區啦、臨水旗艦店啦、嶺南非遺文化館啦，同埋中山特色美食群啦，覆蓋咗食玩飲樂全嘅一個場景，有冇期待嘅呢？呢度咧唔單止係馬鞍島嘅核心商業中心啦，更是大灣區嘅年輕人打卡勝地喎，同埋我哋家庭遊樂嘅一個大型嘅商業中心。好啦，跟住華姐咧繼續帶大家去深究一下我哋嘅國際 IP 主題樂園。走，好，沿住水街翻嚟我哋呢個重頭戲啦，就係我哋嘅國際 IP 主題樂園。呢個咧 IP 主題樂園咧係亞洲首個國際 IP 主題樂園嘅，佢集我哋嘅芭比啦、變形金剛啦、小豬佩奇啦、史努比啦，國際嘅知名 IP 品牌組成嘅一個樂園啦。
仲有呢，佢係裡面仲有一個美泰童玩世界嘅酒店嘅喎，所以咧呢度無論係食啦、住啦、玩啦、消遣啦，都係非常之 OK 嘅喎。咁呢個水街嘅一個 IP 主題樂園呢，佢係主打我哋小朋友嘅夢幻樂園，有變形金剛啦、小豬貝奇啦。中間呢仲有美泰童玩世界啦，有芭比啦、托馬斯小火車啦、爾貝樂園啦，覆蓋咗低兒童段同埋高兒童團嘅互動體驗。每個樂園呢都配有主題酒店同埋餐飲嘅零售嘅一站式解決親子遊玩嘅需求喎。所以成個樂園呢俾人感覺就係高大上啦。有冇心動嘅？心動呢預計5/1佢就會對外開放啦，期待一下啦！行返出嚟我哋嘅嶺南雙月水街啦，我哋去睇到有啲商鋪已經陸續咗裝修噶，咁有我哋嘅甜品店啦，仲有我哋嘅咖啡廳啦、茶飲店啦、雲南菜啦、江西菜啦，仲有好多啲食嘅、飲嘅，同埋一啲文旅嘅項目啦、DIY 啦、樂高積木啦，都係適合於一家大細去遊玩嘅。即係食住玩同埋消遣都齊全嘅呢個商業中心，咁喺馬鞍島嚟講真係非常之稀缺啦，因為大家都覺得馬鞍島冇嘢玩冇嘢食嘛，咁而家呢，唔使擔心冇嘢玩冇嘢食啦，就嚟我哋灣中新城嘅灣中上城水街啦，預計5/1就可以試運營啦，大家期待下吧。喺馬鞍島有咁大型嘅休閒娛樂商業中心，你會過嚟打卡嗎？評論區同華姐傾傾。同埋呢，我哋呢預計5月份就已經係陸續開放啦。咁呢亦都歡迎大灣區嘅朋友呢嚟到我哋馬鞍島，享受美食、享受生活、享受海邊嘅日落日出。